劳动部今日举行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，决定明年开始呢，这基本工资一个月上加是29500，那准是算点钟的是196块，起3.18%。基本工资是连续10年拢有起，一共247万名劳工听好调薪水。抗通膨，抗通膨，涨工资，涨工资，顾劳工，顾劳工。大声喊口号，要求调起工资，做伙来对抗通膨。劳团集结伫劳动部外口，因为劳动部日举行上计工资审议委员会，劳团呼吁上计工资的调幅必须要反映物价即马一直起，合理的幅度应该接近4%左右。美国对等关税对于全世界多数国家都有影响。但是，包括德国等等的国家，明年还是调涨最低工资。劳团的战略是延续到会场内，持续主张经济成长的成果应该和劳工来共享。不过，资方强调讲，随着美国的关税和汇率的影响，资方的经营并无轻松。边际劳工可以维持他基本的生活，维持他的购买力。GDP 这个地方，它本来就是一个综合的考量，从来就不是对半切。因为关税的关系。我们台湾的关税是20%，来影响整个我们的资方的成本。参加会议的人经过差不多4点半钟的讨论，决定对明年开始基本工资的月薪对28590调起到29500，时薪是对190起到变196块。月薪的部分大概有173.95万名的劳工。那会受惠那时薪的调升大概有72.98万名的劳工会受惠。劳动部表示讲，这摆的调幅是3.18%，而且连续10年调起，按算有要247万的劳工受惠，会较紧甲会议的结论登报予行政院，等到核定了后，就随来公告实施。记者综合报道。